大家好，我是阿丽日记频道的主播 Lisa。最近又有人出来帮官方数据洗地，说什么失业问题和经济失衡有关，不能全部怪外劳，还强调目前失业率已经比疫情时期下降不少。这种说法，很多网友一听就火大，因为现实生活里的感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最让人反感的就是一些主持人不断鼓吹先就业后择业，讲到好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自己太挑剔，不愿吃苦一样。问题是，现在澳门真的还有多少岗位可以让本地人选择？难道失业了就一定只能去送外卖、做地盘工程吗？而这些行业又真的能吸收这么大量的失業居民嗎？早晨，係請講，係到你啦。各位早晨，市民早晨。你嗰個700蚊，我要求1200蚊，你頭先都講啦，嗰嘢都貴晒啦。但係冇咁多收入啊，都每一個月就派190蚊落嚟，都有2000幾蚊，我哋俾佢哋買肉㗎。好啦，我唔需要講，市民都知啦。好啦，你頭先專家講我打邊個講1.6個澳門人做1-2個鐘、3個鐘。就叫做翻工有工做2004 4.8好過而家，而家個1.6冇人有嘢做結構性生活中年人失業而家最慘後生仔失業博士大學生點搞最緊要後生仔你整到佢哋冇晒心機幾多人要睇精神科你哋 check 今年有幾多自殺我冇 check 到你哋宣布㗎啦。幾多人自殺啦？我真係攞命，你哋真係專家 check 住澳門，立法議員做乜嘢政府唔捨得使錢，萬億移民好啦，有 AI 又點啫？你政府我要講咗，我要做到澳門最好福利嘅地方。你有福利，你揾到錢，咁有福利咪唔使驚 AI 咯？驚咩 AI 啫 ？AI 都要有人手落去先得噶嘛，要管理佢噶嘛，所以 AI 係做好多嘢。好啦，講蚊患，而家唔係蚊患老鼠患曱甴搞乜嘢？淨唔知佢有冇噴嘢，或者佢噴咗嗰啲垃圾物做咩唔執垃圾咪係嘢嚟噶啦，咪老鼠要食佢啦。嗰啲樽唔執噶嘛，裝晒啲水落咪蚊患仲有好多定墳場什麼什麼我真係冇眼睇你呢個澳門，搞到澳門執局咁亂。真係攞命，真係。好啦，閱讀我希望多啲人閱讀咧，仲要寫再寫埋。我成日教細路仔，我 pass 有時間做仔，我有時就喺架 pass 會做瞓着覺，搭1個鐘頭，由嗰個站搭對翻1個鐘頭，我太攰啦。就好唔緊要我講多3次我唔講，冇用我講嘢，政府唔做嘢，我講嚟做乜嘢我講30年澳門唔好我就講噶啦，所以我都好，我哋好似你哋都有講，我叫啲朋友講，咁你哋都有推薦啲朋友講，咁如果啲朋友會講啦，我就收聲，我真係收聲，等佢哋嚟講下，我明唔明大家係聰明人嚟噶，唔係蠢人嚟，你澳門人好，澳門就大把乜嘢啦，你嗰啲嗰個乜嘢即係減咗1500嗰啲澳門大把專家啦。我個係專家啦，我好啦，歐生好多謝你啦咁歐生有佢嘅意見。網友最不滿的地方其實就是這一點，因為問題根本不是肯不肯做，而是整個就業市場已經被長期內捲化。當一個行業長期被大量外勞佔據，本地居民就會被迫流向下一個行業，然後繼續被擠壓。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未來連外賣騎手都被大量外勞佔據，本地失業居民就只能繼續往下一個工種流動，例如餐飲、零售、清潔。但問題是，這些行業本來就已經有大量外勞，結果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大家不斷競爭，壓低工資，拼工時，最後整個就業環境越來越差。更諷刺的是，現在有些統計方式甚至工作1天都能算就業。
也就是说，一个人今天做了散工，明天没工开，数字上却已经属于已就业。官方数据当然会变得很好看，但居民真正的生活压力根本没有减少。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面对的是低工资、高工时，还有严重内卷。即使找到工作，也很难看到未来，因为当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不断进入市场，本地人的议价能力自然会越来越低。更严重的是，这不仅仅是就业问题，而是会进一步拖垮澳门未来的消费力。因为很多外劳的收入其实不会留在澳门消费，有些人甚至连在澳门吃一顿饭都尽量节省，休假就回内地消费。长远来说，当本地居民收入下降，不敢消费，未来房屋、汽车、餐饮、零售又靠谁来支撑？以前澳门还可以依赖内地消费市场，但现在内地经济同样面临压力，房地产下跌，不少人出现负资产，消费能力明显减弱。如果澳门继续过度依赖外来消费，而忽视本地居民的收入与就业环境，风险只会越来越大。真正健康的经济应该是藏富于民，让本地居民有稳定收入，有消费能力，而不是长期依赖大量外劳去维持低成本运作。因为一旦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不敢结婚，不敢生育，不敢消费，最后受影响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网友之所以愤怒，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工作，而是因为大家看到现实。当18万外劳长期充斥各行各业，本地人的发展空间自然越来越窄。今天叫你去送外卖，明天可能连外卖岗位都已经开始内卷。如果澳門繼續放任這種模式發展，最後失去的不只是就業機會，更可能是整個社會未來的活力。今日講下啦，勞工事務局啦，尋日係首次以新聞發佈會嘅形式啦，公布最新嘅就業數據同介紹就業支援措施。根據當局嘅數據啦，3月外僱咧係有18萬幾人，非專業僱員咧係按年減少超過1500人嘅。咁勞工局就講到話，政府將繼續按照市場變化去審慎調控外僱數量，並且係優先為本地居民創造一個就業機會。咁首先講下啦，就當局公布嘅數據，黎文強你點樣睇本澳嘅勞動市場嘅結構咧？嗱，其實睇翻咧，即係都剛剛好呢個數據公布之後咧，其實我自己都攞翻我近呢10年一直喺度睇緊嘅澳門勞工就業市場，即係包括咗澳門嘅本地就業啦，同埋一啲外地僱員嘅一個數字。其實今次嘅數字咧，可能大家未有特別去留意啦，咁同埋亦都加上就係近呢幾年可能經濟氣氛比較差嘅情況之下，大家將嗰個失業或者係一啲小部分嘅一個經濟失衡之下嘅一個小失業咧，就歸咎於呢一個外地僱員。但係如果你理性啲去睇翻近10年嘅數字，其實勞工局局長同埋整個團隊喺整個外地僱員嘅數字控制得好好之外咧，睇下我哋嘅總體失業率 1.6%， 呢一個係一個歷史新低嚟嘅，呢個 1.6。嗱，你睇翻2016年到2026年呢10年，其實高位係幾時啊？2025年2021年 2021年當時係2.9， 2022年升到去3.7，呢個先係真正嘅最高位。當時係呢一個疫情影響嘅時候呢，2022年3.7嘅高位嘅時候呢，其實你睇翻當時嘅外僱係跌到15萬幾。咁但係我哋又睇睇我哋2019年歷史嘅高位嘅外地僱員係接近20萬。咁其實而家我哋睇翻整個外地僱員嘅數字，其實係近呢幾年我哋係下降得都好犀利。咁證明咗就係話，對於我哋嘅本地居民嘅一個失業，勞工局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包括咗即係呢個就業嘅培訓之外呢，喺外地僱員嘅個數量控制上邊係其實下降咗都幾多下嘅。好啦，咁你睇翻呢一個失業率嘅 1.6， 我哋係講緊近10年嘅歷史低位嚟嘅。好啦，咁可能你會睇翻，喂，本地居民情況點啊？嗱，歷史高位嘅時候係2022年 4.8% 嘅，咁2026年第一季度而家係 2.1 嘅，你睇翻係差唔多係降咗幾好大嘅一個比率嘅。
咁證明咗就係話喺2022年疫情相對比較即係經濟差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哋將呢一個本地居民嘅失業率呢降到2.1呢，呢一個努力係用咗唔少嘅時間，同埋用咗唔同嘅方法。好啦，我哋睇翻近呢幾年呢，咁其實睇翻澳門個經濟呢，相對係穩定嘅情況之下呢。其實你睇翻2016年到19年呢，澳門當時嘅人數嗰個外地僱員嘅人數呢係20萬呢個水平呢，而本地居民嘅失業率呢係2.3到2.7，係比較低㗎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外地僱員嘅功能就係填補咗本地勞動力嘅不足，對於本地嘅造業呢係造成咗少少壓迫嘅嚇，亦都但係冇完全造成嘅。嗱，睇翻疫情啦，咁當時2020到2022年期間其實係一個結構性嘅失業啦，因為當時其實基本上成個外僱係做咗一個好大幅嘅，從19.6萬咧降到去15.4萬。咁其實你會見到呢一個本地居民嘅失業率雖然都係攀升到去4.8，但係你睇翻當時已經做咗一個好大嘅一個調整。好啦，再睇翻23年到26年，其實呢4年呢一個未到4年3年幾咧嚇，而家26年第一季度，咁其實呢一個我哋叫經濟嘅復甦期咧，同時亦都係有個變動。睇翻咧，旅遊博彩係雖然有復甦，但係其他社區經濟我哋見到係相對比較差啲嘅。但係我哋睇翻呢一個本地僱員人數翻去15.5萬呢一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嘅總體失業係降到去1.6呢個歷史新低。嗱，呢個表明咗咩嘢呢？澳門嘅勞動力嘅需求呢，其實係好強勁嘅。強勁喺邊度呢？始終我哋嘅經濟發展入邊，我哋需要面對嘅就係我哋真係要維持一個城市嘅運作，包括咗一啲比較我哋叫做本地人唔係太願意去做嘅嚇。因為你睇翻其實基本上咧，澳門嗰個結構性失業問題咧，其實係都唔係今日先講噶啦，講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目前澳門人嗰個失業人口主要集中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嘅博彩或者零售。嗱，其實睇翻零售，大家應該都見到嘅，成個社區經濟基本上嚟講咧，大家都係對於未來嘅經濟有一啲保留嘅情況之下，而收緊咗自己嘅消費。所以呢個零售業嘅一個經濟失衡之下導致出嚟嘅失業呢，同呢個外僱係完全冇關嘅。所以我哋唔好成日將外僱同失業掛上一個等號，或者掛上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所以呢一部分嚟講呢，我要即係希望呢一樣嘢，希望大家市民可以睇清楚啦。好啦，睇翻其實如果你睇翻澳門而家目前好多企業都講緊招聘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兩方面啦。第一樣嘢就係可能係某一啲我哋叫做專業範疇，始終澳門人口基數細。你睇翻其實澳門基本上嚟講呢，澳門嘅目前嗰個整體嘅嗰個招聘嘅情況呢，就係話我哋見到博企其實係有條件去招聘到嘅，佢哋嘅薪酬福利係相對比較好嘅。呢個都係睇翻其實另外一種情況，我哋講緊嘅一啲本地居民唔係太願意去做嘅一啲嘅行業。呢個就係我成日講緊噶啦，結構性嘅失業，即係正等於就係話喂，有好多工等緊人嚟翻工。但係事實亦都有少部分人佢係未有嘢做嘅，咁所以其實政府呢方面咧就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就業轉型啊，甚至乎係講緊一啲嘅我哋話再就業嘅培訓。嗱，其實而家睇翻澳門有幾個行業係比較好迫切需要，但係咧市民又好似唔係太願意咁導致到嗰啲行業而家目前亦都比較多一啲嘅失業嘅情況。譬如我哋走緊一啲我哋叫藍領，其實藍領大家會覺得喂，好低端啊，呢啲工作，其實唔係嘅。我哋見到係藍領喺澳門，其實首先第一樣嘢咧，已經係專業化咗要考證嘅其實勞工局都辦咗好多唔同嘅專業嘅一啲電工啊、空調維修啊，同埋甚至乎有啲設施管理啊、機電工程啊，其實呢啲基本上嚟講喺澳門係好缺嘅而目前嚟講咧，還好嘅就係喺呢一個勞動力市場入邊勞工局亦都適當咁樣去引入咗一啲嘅外僱讓佢哋去補充翻，因為始終嚟講成個社會運作，頭先我所講嘅都包括咗好多博彩業係需要用到嘅專業人士咁呢啲其實如果願意嘅話，其實年輕人加入呢個行業並唔係一個比較即係我哋叫太低端嘅，將來嘅前景係好好嘅。係啊，咁大家有啲咩空間可以再傾嘅？